果蒸總係肇慶最出名嘅傳統小食。咁關於果蒸，仲有一個美麗嘅傳說。相傳古時候喺端州有一對青年男女，男嘅叫阿果，女嘅叫阿青，兩人兩情相悅，約定日後非君不嫁，非卿不娶。咁但係阿青嘅父母覺得阿果只係一介窮書生，就反對兩人交往。於是阿果就立志考取狀元，衣錦還鄉嚟迎娶意中人。喺上京科考前，阿青將用冬葉包裹嘅糯米綠豆飯團，亦即係果蒸，送俾阿果。入京之後，阿果真係中咗狀元，但冇諗到皇帝竟然想招佢為駙馬。阿果一心諗住迎娶阿青，就堅決唔同意。皇帝一怒之下就將佢囚禁咗起身。阿果每日望住啲飯團，始終唔願意放棄阿青。後嚟公主俾佢嘅精神感動咗，最終同意放佢翻去。咁最後阿果同阿青亦就終成眷屬啦。肇慶果蒸製作技藝於2009年被列入省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名錄。想了解多啲廣府文化，記得點翻個關注啦。